继续关心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，一直拢持反对立场的匈牙利尾也是弃权。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，伊认为这是乌克兰和欧盟双边的胜利。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国防会现场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有重要的宣布。We open negotiations with Ukraine and with Moldova. We want to support Ukraine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欧盟的决定表示，这是乌克兰加欧盟的胜利。前俄罗斯的匈牙利一直拢反对欧盟加乌克兰进行谈判。会议开始进前讲，无理由即马就协商。We set up 7 preconditions. 3 out of the 7 is not fulfilled. 不过会议开始了，匈牙利无反决，但是总理奥班先技术性的离开席位，其他26位成员国的领导人继续投票。了奥班伫咧社群媒体讲，乌克兰加入欧盟是错误的决定，匈牙利无想要参加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考试乌克兰，讲西方的支持强要进步。 Извините за мавитон. Ну, на халяву все привозят. Но эта халява когда-то может и закончиться. 加入欧盟的谈判爱几多年，欧盟14个决定并无法度保证乌克兰会当加入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